11月7日放開手，交給上蒼，只求理解他對我們的旨意，並獲得遵照他的旨意去做的力量。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75頁。當我放開手交給上蒼時，我就能更清晰、更智慧地去思考，不必再去想那些事。我很快放開那些讓我痛苦不安的事情，要放棄那些讓我擔憂的想法和極度痛苦的心態是很困難的。既然如此，此時我所要做的一切，就是祈求我所理解的上蒼將我從困境中解脫出來。只有如此，我才能放開那些正在困擾我的想法、回憶和心態。當我得到我所理解的上蒼的幫助時，我就可以面對生活道路上的任何挑戰，過好每一天。也只有這樣，我才能戰勝酒癮，享受清醒帶來的舒適。